弟兄姊妹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民數記第24章第1節至25節，主題係上主將巴蘭的詛咒變成祝福。作者喺民數記第24章記載，巴蘭再次形容以色列好似獅子一樣勇猛無敵，上主必賜力量同保護以色列，使以色列成為強盛嘅民族。巴蘭強調，以色列將來會得到迦南嘅豐盛，以色列民嘅生活會一無所缺，因為上主係引領以色列民出埃及嘅主。巴蘭經過3次失敗之後，巴蘭準備離開返屋企，但喺佢離開之前，巴蘭向巴勒講出日後摩押同以色列嘅關係將會點樣發展。喺巴蘭嘅預言裏面，佢仲提及同樣嘅命運亦都會臨到其他嘅民族，包括以東、亞瑪力、基尼同埋一啲唔知名嘅民族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民數記第24章記載，巴蘭強調上主係引領以色列民出埃及嘅主，上主必定保護以色列。咁你喺日常生活裏面有冇睇見上主嘅引領同埋同在呢？你願唔願意將你嘅生命交俾嗰位掌管歷史嘅主呢？